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咱今仔日唔是要带你来庙口来食啦，你一眼就知影讲这是家人庙口。今仔日要来找我一位老朋友，这个人真趣味，甲我差不多同言，但对着家人的感情哦，吼，比我深来几百倍。虽然我唔是在地人，以前少年时嘛定在那乱踅，但是喏，今仔日先拜托伊带我来洗龟。 然后再来消解伊，伊先创啥？伊是一个艺术家，而且是跨界的，真趣味。来去找伊，伊到底是谁呢？看了就知。好，马蹄就是这个啦，你会记得啦？这个人我来讲，伊拢伫幕后，看到伊的人，你可能明白。酷老王詹老师哈，对，可乐王，可乐王嘛吼。你甲咱讲吼，你甲我约束伫遮，毋是先伫你工作室，是，遮庙口嘛吼。对。伊是安怎会想讲先带我来遮？因为细汉定定伫市区耍，我同家人嘛住50几年，对遮真有感情。伊平常时就是伫遮演戏，你比如讲，你著开张圣王生日，无著水神尊王生日，无著田都元帅生日，遮拢会搭一个棚。你遮演歌戏，伊中昼就是演正统的迄种古戏，下暗就会演河北仔，河北仔戏就有吊钢丝啦，无著唱流行歌的。迄个足精彩的，迄有够精彩的啦。对。其实我对这个家人拢有一种崇拜呢。我讲家人足幸福。你看这夜市啊，足多元的。是。拢无记得迄个都市人摆下去。对。因为都市人啊，去迄个夜市啊拢要食这样，结果隔壁档拢袂到齐，大家拢做共款，拢死去。但是家人你看华庙口，拢无共。无共。对，所以我真介意大车，拢免骑车，就散步，每时个洗透透。家人的范围嘛，你使来去洗看嘛，对。这条是叫什么路？事实上叫什么路？家人吼对什么路拢唔知，伊就知影庙口啦、布街迄带啦、委托行迄度啦，拢是安尼。这家人的方便就是讲画图画嘛，心情无好就出来食小吃踅啊，免惊无人，我是个拢是人，你家遐行。这个人间的气味啊，对，人间的气味。迄味啦，其实咯，因为咱去演的吼，咱是讲演的，对。有一寡物件吼，到即摆敢若剩咱家人有安尼啊。对，就是迄种体会感受。咱咧做艺术就是需要这种物件。刷来咱要行倒去？咱就是要等红绿灯，咱直接行过，来去关岛踅。来关岛。伊这会经过关岛，经过仁爱市场，这拢是以早汉人生活的所在。日本时代的时阵，汉人拢伫这边，日本人伫二路一边。对。咱来继续来关岛看卖。OK。这是什么倒位啊？这若唔是在地，无一定会整过来呢。这就是算讲家人的行啊，家人的行啊，咱就是作家迄啲行啊转来转去。我位的人较少来行啊。这个就是要头前有一间土地公庙啊，伊是以前的官道，清朝的官道，就是算讲台北到家人，来经过遮的。这是开机的福德庙呢。对。这有一寡食的拢是老店。大家来了，要排队的。古早味的物件，巴肚枵落走出来。这面我食，你食过？食过。对，这命相馆。对，这命相馆就是阮细汉生出来拢会来遮算八。算八，号名，给你号名。这个土地公庙啊，真侪人拢会来遮拜，这有一个好爷做零舍。这好爷有出名。是。伊有一个
土地公甲土地公婆拢伫遮。后婆啦，对。有土地公婆啦，哦，这先有啦，哦，啊，管道就是你遮，这条过。哦，这里徛对台北来到基隆的时阵，在遮还有接班场，咱遮接。对，不错吧？啊，搁遮出去安尼暗出去的气味真好吼。啊，出去就仁爱市场。仁爱市场，我睇下车就停喺遐啦。对。仁爱市场算讲是依早翰林的管道的迄个市场啦。福德市场，依早叫福德市场。啊，大家来，哦，这内面真精彩呢。做者小吃，真好食呢。哇，我差无2、3点钟洗袂出来呢。小等录影录了吼，过来采工一下。对啊，我就是拢伫家啊乱。这边，这嘛是仁爱市场，这过去嘛拢仁爱市场。这对你来讲吼，你的创作的时阵，你的养分甲伊这之间的关系是啥物物？系啊，就是遮看遐看一寡迄物件嘛吼。啊，像以早阮阿公嘛，你遮开一个家人大喜，家人大喜。哎呦，你这富三代呢喏。无，你讲倒啊？无啦，甲你经济啦。以早这个社会，啊，以早才叫家人大市场。啊，算讲金山啦、瑞丰啦啥，拢来遮组织。要挂菜、配菜，拢爱来遮。七车棍的人拢来遮啦。是啦，这以早是批发市场，大批发市场。所以阮开戏就是叫家人大市场嘛，啊，就是家人大喜。对啦，家人大喜来啦吼。哇，啊，这佮甲迄个卡马丁连做伙嘛。拢连做伙，以早拢连做伙。啊，所以早起3点就做人了。哦，因为要批货嘛，批发。迄南北二路人就来遮，是，够出名哦。好，来，啊，咱即摆搁过去就是经过一个，遮拢有一寡卖迄个，像这肉酥啦。人咧讲哦，家人有3步，马路进，马路进就是咧种，对，搁一项是牛仔糕啦，庙口，对，搁一项是啥物？迄个麻油啦，马家的麻油，羊油啦，遮吼，这是倒位在对面，用布街啊。就是布街嘛，啊，今日礼拜就无开，算讲以早遮规条拢布街，啊，无就是咧抽一寡咸酸甜，啊，无像伊这咧卖这肉酥啦，伊这算做杂货店，杂货店，啊有糖果啦，这吼，迄拢是西瓜买菜吼，咱囡仔的福利啦。对。互你爱哭爱缀路吼，摕一下物件去踢落去。咱若无灵感，就是来遮踅踅。来遮找灵感嘛。这就是家人的特色，早起就你遐啉咖啡啊。哦，人这是专业的呢。咱即摆一套餐，这咖啡呢。啊，遮个咱拄仔经过的管道。哦，对，遮来迄头，对。迄头。你甲咱观众朋友讲吼，是安怎？我会记我高中的时阵。足济咖啡店，这是听人咧讲啦，就是讲家人以早的文化就是美国大兵嘛，所以有这个起源，所以有迄个营养三明治，还有咖啡啊呢，所以大家人较介意啉咖啡。啊，但是在日本时代的时阵，二路迄边就做咖啡。哦，其实哦，家人这个都市，会使讲是以早吼国家的门口埕，是对。哦，甲这个福州啦，这航路啦，甲日本的这航路啦，迄是世界5路，5回17个人拢伫遮，后咖喱，后沙爹，哦，后啥物物件，其实家人是真精彩吼。这个人生出这个款啦，拢是这个家人养分伫遮，身躯顶头拢是伊啦。咱继续要来看吼，看伊到底是安怎来成长，来做成一个。真趣味的艺术作品。哦，你这5楼碧玉洞天呢？是。你工作室吼，哎呦，大名鼎鼎吼，哥哥妹妹吼，
哇！这是我一个系列，哥哥妹妹百货公司。我80年代中大的，啊，就是80年代大家生活较好，大家去逛百货公司，就开始较多姿多彩吼。所以边仔这细项物件，无一定讲真写实。对。好啊，但是拢有一寡这记忆啊，一个元素。对，就是咱童年的元素，弹珠啦，吼，或者红阿婶啊嘞。咱会当来试看吗？会使啊，会使，会使。我来讲吼。詹老师吼，啊个写诗，伊上头前就是写诗的，迄个文青啦，就是那种史文青啦。啊对。但是后来吼，变做安尼真开阔，这种啥物拢会当做啊，出唱片，哦，啊个画图，我小人来读一个诗，好，你来画看卖。好，安尼来。啊，我先吼，观众朋友小解一下吼，这首诗吼。叫做哥哥妹妹百货公司，吼，啊，这我华语读一摆，啊，台语读一摆，吼，啊，你来听看卖吼，啊，你做你为例，你安尼真有挑战哦，来嘛，吼，啊，咱来试看卖吼，哥哥妹妹百货公司，光阴3元，南风5元，流水7元，烟火1元，80当5元抽，每次1毛。哥哥妹妹百货公司，光阴3块，南风5块，流水7块，烟火1块，80当5块抽，每次1set。萝卜丝饼4元，凉烟盒6元，甜甜圈9元，生永牛奶1元，光阴3元，南风5元。50当8元抽，每次3角，吼，拖着插架的囡仔的机仔兵，哈哈笑的光头的瞎子，蹦蹦跳跳的男生的电动，摇摇头的查某囡仔的泳装，哦，今仔日紧来去来去困，今天赶快去睡觉。马仔赶紧来佚佗，明天赶快来去玩。妹妹哥哥的烧饼油条，哦，妹妹哥哥的烧饼油条，哥哥妹妹的百货公司。哎呀吼，拄啊好呢！哇，你力量有如神助啊！真的呢，功夫原在呢。哇，真来，观众朋友来看者。这是哥哥妹妹的本人，吼啊！我今仔唔是妹妹，但是啊，这就是你当初是创作这种物件，就是先想好啊，才落笔，还是讲无？你这支笔就带你安尼，我这就是依照咱国小课本上课无爱上课的李亚宪，啊，拢有迄落一个查甫，啊，咱叫王小明、林小美，啊，我甲伊转化成伊的哥哥妹妹。因两个伫台湾耍甲足欢喜的，啊，所以我有当时啊为伊到埔里耍，有当时啊到高雄耍安尼，嘿。这就是一体的记忆。对。哦，所以对家人出发游台湾。是。咱来看这后面的这吼，他做这吼，这个真夏果汁，哦，这内面哦，够趣味的啦。啊，这把啊，这相信观众朋友了解哦，这叫做啥物？胖华，你敢知？唔知吼，啊，小酒啦，因为少年，吼，我来讲，这是小酒。我觉得算讲第一代，我是叫伊小鸟。哦，小鸟。因为伊第一代伊还未变化，啊，伊到第二代的时阵，伊头较会进化哈。进化有2个花。啊，我就记吼，所以大家看的迄是2个花。是，迄当阵就变小酒。啊，小酒可能3个花、4个花拢会使。你这是用什么材料？用亚克力。用亚克力的吼。即马艺术的材料，以前咱拢用油画哈。但是现代即马足侪拢是用亚克力。亚克力吼。你像即马一寡拍卖场，一寡画家画用料拢是用亚克力。啊，伊嘛是甲油画同款，伊拢爱画画布顶头。是讲啥呢？这包。哥哥妹妹甲可乐果，吼，啊，这依照变做，这应该是吼，
台湾头一代甲艺术家联名的，你算头一个吧？算讲足早的。透天王哦。嘿，哦，伊当阵联名差不多两三年，嘿，效果阁袂歹，但是大成功呢。因可乐果要创新，就是讲伊本在的族群是较老化了，伊要抓到年轻人的，伊当阵算讲我嘛是年轻人，我就会用哥哥妹妹甲伊画，哥哥妹妹伊的特色就是两个大腮红，甲两个蓝色眼影，就敢若咱咧歌戏、布袋戏。迄阵客户敢袂？客户有去做一个试调，做试调了后讲，足侪人反映讲，这敢若迄落咱台湾你出山我用的迄童男童女250，童男童女，就是安尼。尾啊因推出了真受欢迎，所以这算早期文创合作，效果这就甲你讲吼，文化创作你就爱冲。才会知影可能性在哪里，对不对？其实你甲看伊这册吼，也有这个漫画的啦，也有这个辛波斯卡诗集，你就知影讲这个人就是文青啦。咱小人这来讲伊的故事，先来讲这作品。这个背呢？对，这个小酒尾啊，掠讲开始背啊，开始背啊吼。咱你画图就是一种耍，咱来。你画布顶头耍，所以小酒进前心情较无好，一堆小鸟变小酒尾啊，佮飞起来。你看伊个眼神，伊就敢若无敌铁金刚，还是太空突击队啊，是啥物？原子原子小金刚迄种感觉，还有咱家己台湾的这个色甲特色。对，因为咱你做艺术就是你探讨这个。当代的一种台湾的历史文化，将这种物件给伊灌入去，因为台湾即马唔知要安怎背，伊要安怎背有伊家己的姿势，所以我咧画是这种物件。这只爱特别小解一下，这就是我甲方文山合作的庞克猫，庞克猫。方文山就是专门咧替周杰伦你写诗的迄个作词家啦，就找到你。对，算讲好朋友合作。这是伊设计的一个朋克猫，伊是一个蒸汽朋克的风格的一个机器人，不是铁皮玩具，是一个蒸汽朋克的造型。伊甲我结合，我用我的花甲伊，像我这花台湾这种电气牡丹的这种安尼，敢若电气的印在顶头。伊从遮写一个乐，代表这是我甲伊合作。我创一个铆钉，像工业的感觉。对，工业的，你啊看这顶头就是以后做过这啦，这元素以前的绘本，这元素用这个学术来讲就是déjà vu，这个有既视感，敢若唔知去倒位看过。对，你会看就詹老师下这个物件可乐王的物件就是，敢若伫倒位看过，真熟悉。真有亲切感，但是佫真神奇，伊就是甲种有弄创到顶安尼。对，混合起来。对，这战争。对。这本册这是完全新的这个故事，也是有所本的故事，这我写的一个诗，一首诗，拆开为一个绘本。敢若我当时是做。有去回忆那个童年的那种为反攻大陆必报的一种感觉。这你看，这还有马场大街面啦。对。你说恁啦，你细汉时去编歌社啦，去看迄第四台。第四台啊，无阿肥小燕啦。对。就这两项啦咱迄台有咱迄台的怀念。这个公共车啦，这公共车，这马场甲大街面。这咱这人才知对。这敢若有未来感，有这就是咱家人的特色啊，七啊八啊。就是足魔幻的啊！咱现代人像我伫街仔行，敢若古早，佮敢若现代，每一个物件拢压缩在同一个时空安尼。迄种感觉啦。咱咧画图的意思嘛是共的，就是讲咱画这个画布的时阵，
跟它所有的时空会压缩在那一张画布，哦，未来还是现在还是以前，拢会压缩，迄种感觉。所以你这根本自细汉就是唔知啥物90岁的人甲你投胎的。唔知呢。风来先倒啦，八仙里啦，吼，啊这日本军官啦，啊这武侠的世界啦，啊啥物拢有吼。伊敢若一个压缩的平面，也是历史场景，也是一个舞台啊，大家你啊演出啦。啊，还有飞，吼，像我这无啊，嘿，哦，就是日本时代无啊。对。这无一定讲真爱真济的这个字，但是看到这你会当安尼看足久的。我感觉可乐王吼，我上大的感觉就是看伊的话吼，每一项人敢若甲你讲啥物啊，啊你家己会感觉伊回答，啊这就是伊的话上趣味的所在。你看大尺鸟亮亮全开，整个空间有时像是热的，有时又像完全静止落来共款，啊，佮写无音乐，就真正无声呢。哦，你就点想要来听看觅，内面有啥物声呢？吼，我安尼讲。对，念了我讲嘛安尼念。吼，啊，即把，这就是佮进化。这画个，这两只捌看过呢。对，这就是伊的一个铜板啦。哦，啊，平常时你厝的画较肃穆，来感觉足侪铜板来算安尼世界会较缤纷。就敢若咱就讲细汉的时阵，你探定大汉的，啊，你厝的足无聊的，啊，中昼咧出去看嘛有铜板，你迄落探空啊呀探定，你啊算弹珠啦。圣人阿飘啦，迄种感觉，啊，来家画个画布啊，伊一个个体，咱小酒是一个个体也是，然后伊需要做一个同伴，同齐来世界耍。你互我的感觉是，你的人物吼，拢有一种肃穆感，啊，肃穆感拢是安尼，要共邀请讲，你来做我的朋友好无？安尼，讲这个面，你来做我的朋友好无？安尼，进入那个环境里面去表达了。其实阮之间有一个好朋友，哦，嘿，啊，伊早因报社的同事，啊，我看了寇老王的这作品时，我掠做查某囡仔呢，我掠做讲伊这个作品是，因为用彩吼，我会感觉查某囡仔，你来做我的朋友好无？我就跳啊，吊地吧迄种，结果唔是啦，这男子汉啦，吼。啊，小等啊，伊个有甲咱讲哦，伊整个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我去看着这个小蜜蜂，对，这嘛是咱细汉时阵的记忆啊。对，就是变一个迄落飞行器，啊，小酒会使坐遐呢飞出去。所以你的作品的这个可能性足济吼，这边这掠来，迄边掠来。伊有各种系列，会使去耍。当代艺术好耍的所在就是安尼。艺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界限，没有框架，会使自由发挥。啊，无人会使讲你是对还是歹，对还是唔对，啊，就是咱家己发挥。啊，观众来咱甲伊对话，安尼就是当代艺术。我感觉就是安尼。艺术的效果做自由达成。啊，只要咱生活自由，咱创作就是自由啊，就是安尼。像我早早安尼，拜托你来做我的好朋友无？我就是安尼看，这就是艺术。对，你的见解就是，嘛是艺术的一部分。不是讲见解啦，感觉啊，尔啦。对，你的感觉嘛是成为，也是我的那个反映的这个艺术表现里面的一部分，嘛真重要。真重要。感谢你无去呀。咱来继续看落去。OK。江风一出，地球变三年。我认为讲以早咱台湾的文化上厉害，就是这金光戏的汉戏，就是作汉的。讲汉歌上厉害啊！这掠着这个台湾味的这个情绪。就讲真了，就是算讲布袋戏界，因称呼为它是台湾的 LV。伊这染了这个色，这拢是布袋戏界感觉是上水的，所以是布袋戏界里面上贵。
所以唔使叫伊落去。所以咱台湾的文化就是对遮来。天公婚宴共徘徊，半亩红尘已感慨。门户哪得情如意，唯有万水挖头来。我乃是五平人士啊，来到台湾新眼界，来者何人啊？哎呦，臭小囝，唔捌我啊？你是谁？我报名，你就会，我看你会紧张死。干嘛呢？安尼，报上名来。我的名叫吞天吞地吞三界，灭神灭鬼灭四海。哦，灭四海。对。你个灭你自己较实啊！哦，臭小囝。哦，臭小囝，你是臭老囝。今仔日哦，这可乐王哦，佮带来这个艺文空间，这完全拢伊的布袋伊的收藏哦。哦，这真趣味哦。啊，这仙叫啥物？这仙就是咱台湾布袋戏啊，叫做文星啦。文星伊会使去打扮，像讲伊安尼，家己戴一个这头盔，看起来敢若咱嘛有讲，敢若欧洲牌的苏彦文。这就是苏彦文。嘛是会使做这个角色。这苏彦文的这是元素的形状就是安尼。是，对。就是文星。文星啦，啊哦，安尼甲看，这个真趣味呢。这哦，这嘛是咱这个时代的。这先叫做啥物？这就是亚台的，还是内台戏、内台戏园。以早拢咧电戏内面一个角色，叫大侠八草王。我咱就是大侠八草王啊！哦，搁一个囝，伊这个不好囝。这个不好囝就是小侠金光梨。哦，这其实吼，这小侠金光梨，这就是真济抽啊，伊这个原型。对。后来就这布袋戏内面，拢是照这个讲话啦，哦，这真古锥。音乐一笑吼，那踮咧内面演哦，足笑过的，啊连笑话，啊有当时突出这个剧情，哦，迄阵时的戏有够精彩的。对。哦，来。过来看落去，这拢你是自细汉就开始收的，还是后来你慢慢去收？大汉了后慢慢去收。咱这算讲我的玩具啦，哦，因为伊这会使倒来倒去，变化不同的角色，变化再变化，所以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敢若画图同款，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对。像这就是。对。哦，这拢你家己创作的哦。对，这就是我这场展览。啊，这就是。即摆这个展览叫做江风一出，地球变三年。江风一出，地球变三年。对，这就是台湾文化的上厉害的所在啊！有够含的含。对，就是足含的。我认为讲以早咱台湾的文化上厉害，就是这金光戏的汉语，就是足含的。讲汉歌上厉害啊！就抓到这个台湾味的这个精髓，所以伊这吼名号吼拢有够趣味的啦。哦，像这远望书生近看白骨精。哦，这个就厉害啊！这就是以在戏园时代的一个角色。因为我这届特色就是拢甲伊画落来。哦，伊这就是以在一个大魔头、恶魔党的首领。细做敢那个书生呢？看远看起来敢那书生，近一看，哇，原来伊是白骨人。这先爱特别甲大家介绍一下，南山翻山虎。对。哦，南极翻山虎。南极翻山虎，这算讲布袋戏贵下的牌，这是世界牌的主角。哦，伊这算讲历史上第一届第这西部无啊，荒野大镖客。佮留这喙鬚。哦，好手啊！伊的名落落长，哦，刘海空，这个甲这个佫无啥共。这阿霸王。对，这个刘海空三界人，王英雄，人王英雄，成宇宙一代美男子，一代美男子南极翻山虎，名就念啊未存遮。伊就是爱报伊的名，互你惊着，所以伊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小趣味。这个小趣味叫任何大劫拖一台，
伊咧江湖中，哎，哦，大家高手很多，啊，这个就是拢物件，任何大劫拢甲你拖去带吼，气怒欢笑声啊，吼，气怒欢笑声。哦，这阮囝看落会惊，食东北皮好古朴，大刀玫瑰菜，哎，这有印象嘞。哎，这我是画的是河北仔戏，就是咱下暗庙埕咧演的迄歌戏，啊伊下暗的河北仔戏。啊，伊会唱一些流行歌，啊，唱乌鸦花，啊，摕麦克风掠唱。啊，这当阵伊去互合拍了后，伊会花心，伊会可能跌落山崖，尾啊，佮变做一个人。诶，师傅甲伊收去，变做一个人，武功变做厉害，出来伊会戴墨镜，做大脚公家巴，大脚公家巴，这个四支手咧。这以早的趣味，啊，伊这些人啊出来了，甲你要公家巴，你啊要输伊，你就破过，这够好耍的啦。对，超好耍的。我感觉比迄个什么金庸的这武侠片吼，更加趣味。对，我感觉以早台湾野台这寡编剧排戏先来排的戏哦，比金庸更较厉害。想象力哦，够厉害的啦。对。四字复生哦，啊，佫唔知佫失踪了，失去记忆，啊，佫啥有诶无诶哦，拢来。这个大卡香港卡，大劫香港卡啦，哦，天地大魔教，怪手18身，哦，神秘稻草人，杀人800万，流3000里。对，每样东西江湖诶。所以你敢有想讲这个创作了后，敢若一个这，啊，佫有通甲组合佫什么物件出来？这敢若是一个插图的展示吼，互你去了解讲台湾的文化。啊，你了解台湾的文化，伊就敢若一个江湖。这江湖有奇奇怪怪的人，这个奇奇怪怪的人，其实就敢若咱台湾的政治，大家有啥物绝招，你拢唔知。啊，大家规工咧变来变去，勾心斗角。啊，像这无风起浪归价性，专门咧用价。啊，每一个人的个性，咱对咱台湾文化的布袋戏的文化，会使了解讲人类的行为就是安尼，就是哇，规工咧安尼斗来斗去，头壳要爆炸。吼，黑暗界大兴国际路马飘出佚佗人。哦，啊嘛有这个你早这种设置吼，来咧处理。台湾的设置，伊就是伊的红仔头哦，嘛是有分呐。哦，咱台湾有一寡刻红仔头的，嘛是重要的艺术家。哦，啊，伊刻的特殊的所在就是伊会画一寡蓝色眼影、绿色眼影，啊，无就画一寡迄个腮红做红的。这就是咱台湾文化上特殊的所在。吼，伊足俗艳的，吼，伊就是爱弄色，每一个色弄做伙安尼，吼，敢若你耍安尼，然后大黄色的安尼，像我就是用这黄色的，吼，啊，边仔会去弄着这种搁较荧光的，吼，啊，搁这种绿色，规个弄来弄去，哦，你感觉足抢眼的，拢要在这个竞技场，拢要做出头的。先变先啊，你这种感觉。你来遮是你家己的所在吗？这是一个画廊，哦，叫家人的画廊，叫在河边。在河边呢？对，啊，这个画廊就是较唔惊死，互我等这种台湾味、本土味的所在。来，蔡老师，伊讲你唔惊死的。无啦，莫安尼讲啦。咱一个所在吼，啊，拢要有一寡艺文的迄个气息。啊，这个物件吼，因为家人在地做做艺术家，吼。啊，我跟可乐王嘛熟悉10几档啊。啊，我迄阵本来是业界，我做设计，啊，我是设计师。啊，到尾到学校去教册，啊，较来家人。啊，来家人，我一直嘛有咧创作啦，啊，一直咧找一个家己的工作室，啊，拄啊出来一间。我看这顶头拢无票价呢，哦，无票价，非卖品啊。对，免票价，有介意的人哦。找蔡老师来讲，谢谢。哦，啊，大家知吼，啊，大家知，因为我早甲问讲，啊，你即马存几百个，讲全部拢卖出去，啊，我慢慢佫画，可能要2档来准备吼，啊，大家这吼
老嘴拿老啊，咱不你来遮看卖。是。但是哦，我要问一项代志，就是讲，你看詹老师的这作品，互你上大的这个回响，在大家内面所想的是啥？因为吼，咱布袋戏对阮来讲是较传统的一些艺术的物件。啊，对伊来讲，收藏者来讲，伊是收藏嘛。啊，毋过对于即摆伊作品来讲，我感觉伊有连结的所在，就是伊的作品里面嘛有足侪带着古早的这迄个红仔头的这迄个色彩元素，所以伊甲一寡元素抽出来，互来参观的人了解讲，哦，这个元素就是即摆你新创作的这个作品的一些元素的连结。所以荧光黄、荧光红、荧光绿，用于即摆创作的作品内底有这某种程度的连结。那这些东西让今麦少年啊看到，有的红啊呢，色彩、造型，甲伊今麦迄个创作的物件，有某种程度的连结就对了。所以伊来唔是单了解红啊的故事，啊，敢看哦，唔是安尼，伊个有伊新的作品的一些内涵。啊，这文化根吼，这真正是青入。是。啊，你看金两生，伊的衫是用亮片。啊，做闪光的，做七彩的，就讲真了就是，算讲布袋戏界，因称呼为它是台湾的 LV。是安怎伊是 LV 呢？因为这个是朴树阿婆做的一个衫，哦，伊这有来历的啦，不是讲这凊彩就一领衫，伊这染的这个色，这拢是布袋戏界感觉是上水的色，所以伊是布袋戏界内面上贵的衫，所以唔才叫 LV。啊，所以咱台湾的文化就是对这来的，这就是做特殊的。所以未安尼空啦，这30年、40年以来，台湾文化的发展，就是爱开始进入了细节。咱爱去关注一寡细节，唔是你讲一寡表面。啊，才有较创新。对。即我上大的感想就是安尼，尤其看到这舞台性真高。哦，这叮当的时阵，好叮当啊！摄影的时阵看到，哦，闪死啊！哦，那细汉时阵，敢若迄个水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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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赞！在河边，欢迎大家来收看咱在河边来拜访哦，感谢蔡老师。谢谢啦。红姑啊，你去门口店看卖，听讲对桃园来的占英湖已经来到咱家人桥，今仔日日本警察有事啦。随便来抓我，来警觉通报，占英湖千万唔通会失去一个控制技术啊！紧来，是啊，大爱，我紧来看卖。哦，这先，这先我头下讲的占英湖，小等你才甲我讲。啊，这先是真趣味，这谁刻的？这江惠英爸刻的，叫江生。这有历史呢，啊，这个底拍胶无啊呢。嘿，安尼，伊是一个母星的头，啊，伊底安尼较胖，较现代化。这规书啊，佮赤凉袍呢。嘿，佮穿凉袍，啊，算讲台湾的金光戏，就是讲，无掠包啦，无掠包，啊，伊的拳头帽，拳头帽安尼看，足歹。我讲啥人就是啥人啦。但是呢，我头下所讲的，迄占英湖，伊就是恁啥人？占英湖算讲是阮太祖，恁太祖，真正是控制技术的。1895年日本要来台湾的时阵，啊，你鼓山呀，就是讲鼓山迄个所在来做代表的来领大家啊控制来控制的，啊尾啊，阮伫鼓山的厝就叫日本人拢烧掉啊，尾啊甲刷来家人。就是安尼，这有一个历史，才落在家人。对，啊，所以尾啊几啊代拢住家人。这样细句家人啊，细句家人，对。但是他早我一开始就讲，其实，我是应该爱叫伊讲，还是叫我讲？我提出，我就是想讲，其实哦，我知影哦，詹老师上早是伫报社咧做美术编辑，是安尼吗？是，你也知，就是讲我进前是咧画插图，
哦，我退伍了后就开始画插图，啊嘛画甲拢咧报社啦，哦啊杂志社帮因画一寡插图，啊尾啊因缘际会到报社去做美术编辑，嘿，啊刷来上重要的哦，大家其实唔知哦，嘿，可乐王其实咧做过唱片，啊，佫有得过奖呢，哦，啊，你讲互咱听，迄得奖甲陈珊妮吼，陈珊妮，哦，啊，迄是什么唱片？阮有一个团体，哦，我甲陈珊妮甲李端贤，哦，阮算讲一个组合叫拜金小姐。拜金小姐。阮3个人，啊，阮出2张唱片，拢叫拜金小姐。迄嘛是算一个因缘际会啦，因为我咧报社的时阵画出些图，尾也出图文书。1990年代迄当阵图文书这里，看到我的图文书《可乐王 ABCD 俱乐部》，将遐内面的文字给抓出来，编10条歌，啊，所以嘛做有特色的，安尼，啊，所以阮就组合拜金小姐这个团体。啊，佫有得金曲奖的吼，哎，对，所以要跨界。哎，啊，你还佫有跨界什么界？因为咱以早迄个时代，你画插图，你干那画插图，干那伤单调啊，所以阮就是啥物拢会使看。比如讲做海报，啊帮金马奖画嘛，帮可乐果做包装，啊帮电视台做一寡礼品。比如讲蔡依林，有一届你米其林做。伊有一个晚宴，做一个甜点，啊，我就帮伊设计一个甜点盒，啊嘛是台湾味的甜点盒，啊，这拢是看起会使算的。啊，比如讲医师哥，我有办过一个诗刊叫医师哥，啊，甲一寡诗人呢，这嘛算一个看界。啊，看画插图拢画较细张，尾后我就感觉会使来从这大个画较大张的，做当代艺术。啊无跨界当代艺术，对，啊，所以拢是跨界，就是以早的，迄当阵咱未有文创，啊，咱就会想，家己会想讲，伊会使，咱文甲图，哦，图文书嘛，文甲图，伊会做不同的变化跟不同的组合，啊，所以咱就将文字摕出来，就会使算诗啦，算啥，啊，图摕出来。图咱会使做笔记书啊，会使做足侪物件来运用。你家己有想过讲，你在台湾的艺界，嘿，唔是迄个演艺界吼，嘿，是艺术界。艺术界，你家己的定位是啥物？还是讲你从来无咧想这项代志？我就是创作，我做我爱做的代志，会当行倒位，倒一条路我就行倒位，我无想到遐去。对。咱你做创作就是安尼嘛，就是有啥物会使感动你的，哦啊，我就会去做啦。哦，我袂去想甲遐济，哦，就是讲，比如讲，我即阵仔想讲，哇，这咱台湾的即寡文化，哦，台湾本地即种传统的文化，做有特色的，我就会甲伊办一个展，甲伊向大家发表安尼，哦，就是。安尼啊，后一届我可能有别个想法，我就会去做。这是我的想法，我较袂去想迄种较细节的所在。啊，你敢袂去想讲，我拢伫过去，哦，敢若讲啊，上直觉就讲啊，你拢咧怀旧，拢咧找古早的物件。你会接受讲，我就是一个怀旧的人，还是讲无？我其实我一直咧想。对过去处在对我来讲有某种意义，有人是安尼想哦。对，我是有根的人，对，我要对我的根，对我生长的土壤当中去提出的营养，这才是对我来讲有意义的物件。我会讲安尼是讲，譬如讲，陈定波，并定波先啊，伊就讲我的画作内面要有something，迄个something就是风土、亚热带。日头，人就咧行游伞、游线，啊，安全拄安全。你是安怎想？当然，咱的养分真重要。哦，像讲我这代咧，哦，我1971年生，我就是1980年代。啊，我幼稚园仔的时阵，电视就开始演卡通。
哦，开始有日本卡通，进前拢是迄顽皮豹、大力水手迄种10分钟的卡通，啊，短啊，广告一个，搁接另外一个片段迄种。尾啊，我这个年代开始就有啊，哦，大师王啦，吼啊，就是小飞侠。大师王想学团，对，咱迄当时拢会晓唱啊，海王子，在那遥远那一边，吼，啊，无就搁有一个卡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海底小游侠，哦，伊爱去海底打击恶魔党，伊爱食氧气口香糖，伊才会使落去，哦，啊，伊搁有一个回力镖。写出去伊会飞转来，啊，咱迄当阵10块店啊，拢有咧卖回力镖，一支10块啦，啊，咱就足欢喜会去买嘛，写出去煞飞袂转来，哦，就讲我1980年代，咱会接触这个物件。我细汉差不多国小4年的时阵，阮阿伯就有一箱足神秘的箱子，哦，内面拢有一寡李敖千秋评论，哦，啊，搁动画杂志，啊，我细汉国小4年，我就咧看这个。所以我算讲足早熟的，我就感觉哇，这世界安尼纷纷了了，吼，甲即种野台，我以早咧家人三坑仔矿坑，吼啊，迄厝拢是乌色的乌房仔厝，啊顶头是抹迄柏油的，啊拢1层楼的，点啊干的，啊，敢若贫民区啦，讲较歹听是安尼，大家生活较困苦，啊，我生活咧迄个所在上特殊的就是。外口的戏班来，花花世界，花花世界，伊个七彩霓虹灯开始闪，阮迄个矿村变成彩色的，哦，啊，搁有拍拳头的歌谣，哦，啊，杀龟抬林，哦，杀林抬龟，杀林抬龟啦，伊捌种龟杀林，种龟杀林，伊要种一个龟嘛，啊，讲爱抬一个人，啊，伊有足侪足好耍的物件，啊，搁有康乐队。康乐队拢会来叫花啊，还啥物有诶无？哎啊，来甲你骗，讲啥物金瑞瑶要来啊，结果看我尾啊，金瑞瑶无来啊，啊有一届金瑞瑶真正来，真诶，对，啊就足欢喜的嘛，啊迄年代的感觉是安尼，飞向你，飞向我，安尼。啊，但是迄是咱的养分，我讲的就是讲，迄外来文化，美国啊、美国大兵来家人，这拢是咱的养分，但是咱现代像你拄我讲的。现代咱咧做当代的艺术，咱来用当代的方法来做。哦，像我画的嘛是做卡通画，但是我的卡通甲日本的卡通、甲法国的卡通是无共的。我是台湾的卡通，我台湾的卡通一寡物件是对带来的，哦，包括迄个造型、迄个色彩、哦，迄个意境、迄个画出来的迄个景、迄个图像，拢是台湾。我嘛袂使讲是安怎，因为我感觉当代艺术伊是开放的，互看的人家己去感受，哦，到艺评家家己去感受。啊，我主要就是我是创作力，我就是安尼来展现咱，所以我感觉传统、甲现代、甲未来拢是压缩在一个平面，压缩在我的画布里面，我去画图，啊，毋才会魔幻。看到今嘛，看到未来，还佫看到过去。对，所以这就是创作趣味的所在。这就是另外一种透视的这个定义啦。有啥物物件，也是有这个养分在内面，对你来讲。古典的物件，古典的物件就是有一寡学术的训练嘛，哦，就是讲咱的空间的处理，哦，然后意境的处理、光影的处理，迄拢是古典的。哦，迄有一寡古典的元素伫内面，啊，你要安怎画开立体化，不然画变体，啊变有当时啊，像日本有讲的，会使画搁较变，哦，敢若卡通化、麻木的，啊，迄是一种，但是有当时啊，咱嘛会爱画立体的，啊，所以一寡物件拢夹在内面，哦，咱掺在内面嘛是咱台湾的文化。上重要的是你创作这个物件的意义伫倒，然后开放讨论。哦，大家来讨论，哦啊，形成一个场域，像一届布袋戏的展览，你就会使来看一寡奇奇怪怪的人，哦，因这就是这就是我对政治很有感慨，哦，因为咱台湾就是安尼，两大派纷纷了了，哦，东南派、西北派，哦，中央搁走一个呀，啊，
白牌好啦，对对，啊个公民，公民咧发动啊啦吼，啊所以规个江湖纷了了，啊这个物件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所以我来做这个展，当下来做这个。咱台湾的先人嘛有发表过这种物件。所以我看吼，拄啊伊头壳顶吼叫风云变化，观天书百眼尊，这就是你百眼尊看透天下万事安尼，这种感觉。是啊，你会当发挥你的这个文青的这个特色，你当写讲一撮安尼，台湾对你来讲是啥物？哇，你安尼甲我考倒啊！哈哈哈哈！你感觉？台湾就是变化在变化，我感觉就是安尼。台湾会使一直变，它必须适应各种状况。这句其实真深。变化在变化，这嘛是金工的原理。因为咱小，咱唔是大，对。你讲咱强，但是呢，人讲强行勇行雄行，无天良行无正。对。所以咱一直变。对。可乐王会不断来变化，咱的期待未来更较侪这个变化，带予咱更加奇卡的这个台湾。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继续来甲看落去，看。老店，大家来了，你们排队。